民間智慧漢928，真理合一，歪論分化Part 1。我一個60幾歲退咗休嘅普通香港市民，而家係做緊義務嘅教育工作。我一路都有留意香港政制嘅發展，但係冇直接參與。直至到我見到一班熱血但係天真嘅年青人開始嘅學運，跟住喺香港重要嘅交通樞紐嘅地方集結，而繼續一啲唔係好清楚嘅要求嘅時候，而政府呢一方面亦都冇好具體嘅回應。我為咗呢件事件好擔憂，覺得我哋呢班坐喺牆上邊守望嘅人要做啲嘢，所以做咗呢個短片，係俾有關嘅人士了解一下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對成件事嘅睇法。我睇過好多喺網上邊嘅紀錄短片，覺得整個過程係一個交叉嘅誤解，因為官方嘅睇法同埋學運嘅睇法，根本佢哋睇係兩個唔同嘅焦點。你可以總括嚟講，官方嘅睇法係以國家安全作為前提，而學運嘅睇法係以國際標準嘅民主。呢兩個都係好含糊嘅概念。而當官方再被追問喺國家安全嘅前提點樣嘅演繹呢？咁官方嘅答案係做特首要係一個愛國愛港嘅人。而我睇翻好多嘅言論，呢度一開始已經產生咗好大嘅誤會。讓我哋睇翻一啲嘅紀錄片，關於愛國愛港嘅了解。我想小平同志原來講的就很清楚，就是要以愛國愛港的人為主體的治港。愛邊有標準嘅？所以愛係冇標準嘅，所以唔應該用愛去衡量我哋嘅政治上嘅是非對錯。咁樣愛係咪真係冇標準呢？唔係。我喺呢度可以至少指出一個係全球絕大多數人唔會否定愛嘅標準。呢個標準呢係出自新約聖經哥林多前書13章4節，係有16項愛係應該做或者唔應該做嘅事情。淨係頭嗰兩句，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第一句嘅意思係當你愛一個人或者愛一個國家，而你係被呢個人或者被國家去挑釁嘅時候，你都唔會作報復嘅行動。第二句嘅意思，你會係好想去為呢個人或者為國家做一啲對佢有益嘅事。香港嘅選舉制度必須符合國際社會對於普及同埋平等選舉嘅要求，讓愛與和平佔領中國。喺呢啲片段上邊，我哋睇到呢一場龍爭虎鬥，無論係政府或者民運人士，都用愛嚟包裝佢哋嘅論調，希望喺呢個戰場上邊角逐到道德上邊嘅高地。咁我哋普通嘅市民點樣去辨別誰是誰非呢？而我自己就會用頭先所講喺真理基礎上邊建立愛嘅標準，作為一把鋒利嘅解剖刀去分析每一個複雜嘅問題，跟住以中國人傳統嘅智慧，聽其言觀其行，就好快會喺呢個歷史時代上邊揾到一條出路。而第一個問題我哋要明白嘅就係國家安全嘅問題。可以咁講，我判斷嘅基礎就係任何人藐視國家嘅安全問題，真係好難講佢係愛國，更加難講佢係愛香港。而要了解國家安全嘅問題，第一個焦點我哋要睇嘅就係 Pivot to Asia， 即係美國重返亞洲，平衡地區軍力嘅呢一個主題。因為呢個主題包含雖然唔係一個咩秘密，但係亦都可以講係國家說不出口嘅重要國家安全嘅問題。咁究竟呢個說不出口嘅國家安全問題係乜嘢嘢？簡單嚟講，就係喺今日中國同美國已經係喺戰爭狀態裏邊。點解我咁講呢？我哋要睇翻喺2000年6月，美國軍部參謀處發表咗佢哋想喺2020年達到嘅軍事目標，其中最主要嘅概念呢，係叫做 Full Spectrum Dominance， 我譯做全方位霸權地位主義。
即係話喺每一個地區，美國無論係喺陸上、天空、海上、地底、太空、心理、生化或者網絡戰爭上邊呢，都要凌駕所有其他國家、地區或者係聯盟。要解讀呢一個全方位霸權地位主義係點樣實行，終於咧喺2009年，一個美籍德裔嘅研究員、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嘅研究員咧，叫做 William Fango， 係出版咗一本書，叫做 Full Spectrum Dominance: Totalitarian Democracy in the New World Order， 即係話極權民主主義嘅新世界秩序。我遲啲會講講呢本書，但係我想而家帶入嘅就係喺2013年6月喺耶魯大學國際時事報呢一個咧係每6個月出版一次嘅刊物，其中咧有一段文章叫做 Who Authorized Preparation of War Against China， 裏邊咧係訪問咗美國國防部做呢個計劃嘅主要嘅將領。美國其實咧喺2013年6月或者更早之前已經係籌備緊同大陸開戰，雖然係冇正式經過國會嘅通過，但係所需要嘅資源一路已經係密切採購之中。呢一個呢，就係 Air Sea Battle 概括嘅介紹。咁其中我想講嘅一段呢，就係話 The imagined result of ASB 即係 Air Sea Battle is the ability to end a conflict with China in much the same way the United States ended World War II. The US military defeats China and dictates the surrender term。即係話喺 Air Sea Battle 呢個戰爭計劃裏邊，佢哋想達到嘅目的就係好似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戰勝日本一樣，係一次性絕對嘅勝利，而令到咧中國投降嘅條件咧係完全由美國支配。當然我哋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係用原子彈去降服日本。喺美國嚟講，仍然咧係分鷹派同埋鴿派。鷹派嚟講就係用一次嘅搶先嘅攻擊，完全摧毀中國嘅防禦通訊系統。就算鴿派嚟講咧，佢哋都係準備用一個海島鏈嘅方式封鎖咗中國嘅海岸線。呢一個呢係華盛頓郵報2012年8月刊登過嘅特稿。個圖片呢係顯示用海島鏈封鎖中國海岸嘅情況。喺香港，《東方日報》喺2014年3月5號亦都登過，呢度寫住日媒披露倘爆衝突即切斷海上要道，美備定戰略，離岸鏈華咽喉。其實講返現代嘅戰爭領域，已經唔再係坦克車、士兵、真槍實彈喺戰場上邊交鋒咁簡單。現代戰爭領域係包括 psychological war， 即係心理戰，用嘅方法呢係 destabilization， 煽動內亂。第二呢係 currency war， 貨幣戰爭。第三呢係 trade war， 貿易戰爭，包括經濟嘅制裁，好似對伊朗或者現家嘅俄羅斯一樣。跟住呢就係 cyber war， 網絡戰， covert war， 隱蔽戰， 6 proxy war， 代理戰，唔係地產代理，喺街頭打交，而喺第三國家兩個主要對壘嘅超級大國係用僱傭兵喺第三國家度打緊。第7個呢係 biological war， 病毒戰。第8呢係 weather modification war， 武器化天氣戰。第9呢係 preemptive annihilation war， 搶先全社會嘅殲滅。我哋講翻頭先嗰本書，由 William Fango 寫嘅《極權民主主義嘅新世界秩序》，其中第76頁係講 Controlling China with Synthetic Democracy， 係點樣用假造嘅民主係控制中國。因為我趕住要將呢一個片段呢係公佈，所以我分開呢一個分享為兩係下一段呢，我希望好詳細去解釋而家喺香港我哋打緊嘅心理戰。喺呢一度，我係希望有心人士可以將我哋正在戰爭中嘅訊息傳俾啲年青人，唔好俾佢哋好無辜做咗呢個心理戰場上邊嘅犧牲品。而我亦都會盡我最大嘅努力，盡快將而家喺香港打緊嘅心理戰嘅最新情報俾廣大嘅市民去收聽。多謝你哋。